经读到这，这时咱要请夏令营师生来献诗。因所要献的诗歌有3首。第一首《主，你是我力量》，第二首《无动摇的信心》，第3首《喜乐河流》。献诗煞，咱要请詹牧师来正道，伊要来传讲的信息是：做伙来礼拜下列你，我对做啥物？好的，各位小朋友，把你的双手借给营长，我们准备要来喊营呼喽。预备 ，Ready Go！ 富强夏令营，我是 EQ 小主人。换边。No problem。
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，我仍然赞美；逼迫之中，我仍然祷告。心在水面的信心，刚强壮胆的前进。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。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，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，手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，旷野之中紧紧跟随，与主握住。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，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，不退缩也不害怕，不动摇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，我仍然赞美；逼迫之中，我仍然祷告。心在水面的信心，刚强壮胆的前进。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。我的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，就必得着。我的祷告，无论求什么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只要相信，就必得着。海浪之中，我必不沉沦；旷野之中，我必不迷路。不退缩也不害怕，不动摇也不放弃，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。困难之中，我仍然赞美；逼迫之中，我仍然祷告。心在水面的信心，刚强壮胆的前进。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。喜乐河流来充满我，生命泉源来浇灌我，有你同行，不再惧怕，无论何处，紧紧跟随。我要我。